纪念馆由总干事朱总监、朱总监、总干事代表作为主办节目，欢迎大家。我们庆功活动盛假莅临。盛夏莅临活动纪念馆由林明辉引起，欢迎财团法人台中市市长三观堂大地盛夏莅临活动纪念馆副董事长陈瑞昌率领所有的富含幸福，欢迎三观堂的大众，欢迎大家师兄师姐，大家吉祥。恭迎新园新会宫天上圣母圣驾莅临佛陀纪念馆，也欢迎由林家辉主委所率领的信徒大众来到佛陀纪念馆，在这里也跟各